以弗所书第6章，做子女的，你就爱在主的地位坦诚也爱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爱孝敬也爱，你就会事事顺利，在世间享受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做阿爸的，唔好让你哋嘅子女发现，要用主嘅教训、老见解来养育佢哋。做奴仆嘅，你哋要用敬畏嘅心，强强碌碌、诚诚实实来服从世间嘅主人，像侍奉基督一样。唔好单枪在人看得你嘅事，怎按样做，像係愛本人歡喜天天。你哋愛像係做基督嘅僕人。誠心遵行上帝嘅旨意一樣，你哋愛甘心樂意盡做奴僕嘅本分，像係服侍主，唔係服侍人。愛弟，無論係奴僕也係自由人，主愛做特殊嘅好行為來報答佢。做主人嘅，你哋也愛好好對待奴僕，唔好威脅佢哋。愛弟，你哋留你哋嘅奴僕。同屬一位在天堂嘅主，佢用同樣嘅標準對待每一個人。最後，你就要依靠主，留佢嘅大能大力，做堅強嘅人。你就要作上帝所屬嘅全副軍裝，本你就企得起來抵擋魔鬼嘅詭計。因為我哋唔係同有血有肉嘅人對抗，係同天界嘅邪靈，就係倆烏暗時代嘅執政者。掌權者，留意超見邪惡嘅勢力戰爭，因為咁樣，你就要用上帝所屬嘅全副軍裝來裝備自家，好在邪惡嘅日子抵擋敵人嘅攻擊，並倒帶其猜。所以你就要企穩，要用真理做腰帶解腰，用正義做護心鏡扎胸，隨時準備宣揚和平嘅福音，像昨天係一樣。要常常騎定信心嘅盾牌，來抵擋嘅邪惡者殺過來一切嘅火箭。要用救恩做頭盔，用上帝嘅話做聖靈所屬嘅寶劍。你就要順從聖靈嘅帶領，隨時祈禱，求上帝幫助你哋。要堅想祈禱，唔好停。你就要常常為眾聖徒祈禱，也要為愛祈禱，求上帝賜愛掙脫。本愛好膽，開在光明福音嘅奧秘，為到做福音嘅大事，愛撒本人用手練頭等，你就求主賜愛勇氣，大膽講應當講嘅話，愛就所親愛，忠心侍奉主嘅兄弟推基鼓，佢會將一切關係愛嘅事情，老你就講，本你就知愛嘅情形，愛特別派佢去你就嘅位。係愛保你到底，愛到兩位嘅情形，本你就得到鼓勵。願阿爸上帝、老主耶穌基督賜平安、仁愛、留信心，本你就各位兄弟姊妹。願上帝嘅恩典永遠留所有敬愛愛到主耶穌基督嘅人同在。